阿英的同齐，文蔡淑英，图王金选。庄脚的暗暝来了特别紧，囡仔真早就去眠床困啊。阿英叫稀稀疏疏的声音吵起来。咦，遮尔啊晚，阿母无咧困，搁伫咧灶骹无用啥物咧？阿英一个爱困眠，目睭累累，规总铺面顶落来。伊下过房间的暗仔，探过大厅，又过下过暗仔，一路行去灶骹。阿母咧洗米啦！遮尔啊侪米浸伫桶仔内面，到底是要做啥物物件？阿母，阿英轻轻啊叫一声：“阿母，你毋困，洗遮尔啊侪米要做啥？”阿母活过来，一双手伫衫面顶安尼切切的，苦来甲阿英抱咧讲。后日是冬节啊，妈阿嬷爱烧圆啊，煮米爱先浸毛软，才会当甲磨。啊，你紧去困啊，明仔载还有足侪代志要无用呢。阿英去互家角仔叫起来，总铺面顶敢若剩伊一个人尔。阿兄甲阿姊咧。阿英一个人细细念，歪，这是啥物声音咧？门口埕足闹热的呢，大家拢徛伫遐，连厝边嘛来啊。涂骹摆一排水桶，大兄徛伫石磨仔头前的扫地架啊，大姊用后脚仔甲米一壳一壳卡入去石磨仔圆空仔内面。歪，白色的米浆豆豆啊流落去下骹的锅底仔内面。阿英目睭闭甲紧，看每一项代志拢感觉足神奇的。米浆磨好了后，阿母甲锅底仔放互盐，阿兄甲庄仔角搬来，阿姊甲竹糕甲扫仔摕来。一只句仔尔，锅底仔就去互庄仔角缀咧，放伫医疗面顶啊。底米浆的锅底仔一直摄水出来，撮滴落去医疗下骹的水桶仔内面。阿英心肝内咧想讲，安尼毋就无彩气啊！庄脚的暗暝总是来了特别早。日头才拄落山，世界就变甲又搁暗又搁冷。食过暗顿了后，规家伙仔拢来到客厅。阿英看到锅菜已经倒伫个感冒仔内面啊。阿母用手叮啊，甲伊叮互喙，变做一堆粉。搁来，阿母摕一块流啊透明的果膜，甲伊藏伫个果菜内面。果膜足黏的，甲果菜全部都黏做伙啊！阿母做出来又搁烧又搁烂。阿英感觉阿母袂输咧耍黏土共款。过无偌久，感冒仔内面就出现2丸白色的黏土。搁来，阿母摕出一包红花米，倒伫其中1丸。搁再来，伊就烂，真紧，1丸白色的黏土就变做红色的黏土。阿英搁伫咧四界看的时阵，阿兄、阿姊因拢开始
又搁黏，又搁甜，又搁烧，又搁软。一搭久啊，尔尔，一粒一粒的圆仔就出现伫个感冒仔的内面。阿英伊家己嘛伸手订一块细块的白色黏土，开始学大家烧圆仔。大家做伙烧圆仔，无偌久，这2圆的黏土真紧个揪水去啊！你看，感冒仔内面堆了满满圆仔，有红的，有白的，蓝蓝做伙，袂输亲像一蕊足水的花。同齐即天的透早，铺圆仔拜拜是自古流传的风俗，毋但爱拜神明，嘛爱拜祖先，感谢因一年来的保庇。等到阿英起床啊，阿母已经用圆仔拜过神明甲祖先啊。阿英来食圆仔。大兄甲阿英的手牵呢，行去桌边。阿姊敲一碗圆仔互阿英。食圆仔会加1岁哦，你较紧食诶，等下你就变5岁啊哦。圆仔甜甜软软，最好食诶。这个圆仔是大家做伙做诶，阿英嘛有斗相共哦。意思门口埕，门口埕，固定分，固定分，总铺，总铺，卡嘛，干嘛，卡嘛。干嘛？伊头啊，伊头啊，灶头，灶头，水缸，暗缸，水缸，暗缸，石磨啊，石磨啊。鸡茶啊，鸡茶啊，好卡啊，好卡啊，鸡菜，鸡菜，鸡婆，鸡婆，感冒，感冒。红花米，红花米，铺圆仔，铺圆仔，